香港人要點樣喺小紅書上面開店呢？我哋整理咗過往服務香港商家嘅經驗，分享俾大家。好多香港老闆啱啱開小紅書賬號咧，就淨係識得狂鋪筆記，結果流量勁差。根據之前幫香港商家快速起號嘅經驗啊，我總結咗4個特別要留意嘅位，分別咧係賬號對標、受眾人群、產品差異同用戶體驗。香港商家起號嗰陣時，重點咁盯實呢4個點，就可以輕鬆咁揾到喺小紅書發產品內容嘅定位啦。記住啊，一定要跟住調研結果去整一啲精細化嘅內容，咁樣先可以喺小紅書呢個平台咧快速咁破圈，開拓更多嘅內地客群。舉個例啦，假如有一件商品主要嘅 target 係內地30歲左右嘅女性客群，咁你就要去了解下25歲到35歲呢一班內地嘅女性咧喺小紅書上面中意睇啲乜嘢類型嘅內容。咁再好好咁諗下點樣將呢啲內容咧同自己嘅產品相結合，產出一啲能夠實際幫助佢哋解決痛點嘅內容。最好咧，仲帶上佢哋真實體驗之後嘅感受去推薦產品，咁樣啊先有說服力嘅嘛。香港商家如果想打開內地市場，就一定要適應內地嘅審美，摸清楚內地客戶嘅閱讀喜好，咁呢啲嘢做到足啊，流量自然就唔會差得去邊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